喺街上撞到陌生人，你會 say sorry，因為你意識到你嘅責任；而喺親密關係入面發生激烈嘅碰撞之後，要主動講聲對唔住，就唔係咁容易啦。你會覺得我好受傷啊，係你嘅錯，但係同時對方亦覺得你係加害者，你都有責任喎。喺呢個互相埋怨嘅狀態，冇人願意去承擔責任，當然冇人願意先講聲對唔住，最後大家就俾各自嘅怪責、不能寬恕所囚禁啦。每一段唔和諧嘅關係，每一個你抗拒面對嘅人，都會喺你嘅生命裏邊成為一道牆，因為你嘅內心已經填滿咗唔能夠面對佢哋嘅恐懼。咁樣你又點會自由呢？點解講聲對唔住咁難啊？因為好多時候你仍然喺受苦責怪嘅狀態當中，喺呢個狀態下，所有靈性嘅教導，對方只係你嘅一面鏡子，最傷害你嘅人，亦係最幫助你嘅人，全部都變成廢話啦。又或者頭腦上明白，但內心根本冇空間去接受。如果帶住未療癒嘅傷痛就去道歉和解，呢啲只屬於表面嘅行為，因為真正嘅考驗係需要你去全然體驗呢段關係帶俾你所有嘅負面感受，被背叛、委屈、無助、不被看見。當以上嘅傷痛被療癒，內心會自然生出正面嘅力量，你會由心明白對方真係嚟配合你學習嘅對象。傷心嘅眼淚終於轉化成感動嘅淚水，因為當所有傷痛消散之後，剩低嘅就只有愛同埋寬恕，係我哋每個靈魂神聖嘅本質。喺相對穩定有愛嘅狀態去講聲對唔住，仍然可能會有難度嘅，因為會驚對方唔接受，又或者再次被責怪。喺呢個時候，只需要提醒自己，呢啲擔心只係嚟自過去嘅記憶同埋經歷。當我勇敢踏出一步，創造新嘅體驗，就可以解開過去印記嘅捆綁。同時內心要知道，真誠嘅道歉係唔需要任何嘅期望或者回報㗎，即係對方會唔會寬恕你，根本唔重要。最重要嘅係，當你帶住愛去講聲對唔住，你已經被寬恕啦。係啊，你寬恕咗你自己啊。呢個亦係靈魂一直想學習嘅功課，自我嘅寬恕。你終於自由啦。如果要別人甚至神去寬恕你，你先可以自由，咁靈魂嘅自由係交託咗喺別人嘅手上。更何況神根本唔需要寬恕任何人，因為所謂嘅罪只係一個幻想，一切嘅經歷都只係靈魂去回憶返內在神聖嘅一趟體驗。新嘅一年，你有幾多個需要講聲對唔住嘅對象？你係咪已經準備好去療癒同佢哋之間嘅傷痛？講聲對唔住，完成自我寬恕，讓自己自由，你一定可以做得到。